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次前往內蒙古再到漠河，啱啱抵達深圳機場，而家準備出發啦！而家4:03，咁啊入去揾個地方食嘢先。好，出發！第一日從深圳機場出發去海拉爾，搭乘深圳航空公司2CH8117號航班，早上6:15分起飛，10:55抵達海拉爾，機程大概4小時40分鐘啦。落到機場之後，就先去攞行李，之後就 call 網約車去酒店，車程大概20分鐘啦，好快就到啦。終於到達酒店啦，住嘅係如家瑞柏雲酒店，就喺呼倫貝爾古城隔離，出入好方便啊，都算唔錯啊。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呼倫貝爾歷史博物館啊！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咁我哋而家就到咗呼倫貝爾歷史博物館啊！咁陣間我哋入去呢個歷史博物館入去睇下先啊！好啦，我哋入到嚟博物館啦，呢度展覽咗好多反映當地歷史文化嘅文物，其中最震撼嘅就係館入邊陳列咗長毛象嘅化石啊！呢啲化石保持得相當完整啊，可以帶你穿越翻幾萬年前嘅草原時代，了解呼倫貝爾嘅自然演變同古人類生活。跟住我哋去到成吉思汗廣場，廣場有成吉思汗同蒙古武士嘅巨型雕塑啊，好有氣勢。呢度仲有植物園同湖泊，環境寧靜，喺度靜靜坐下都好舒服啊。離開成吉思汗廣場後，我哋就沿住伊梅河畔慢慢行，沿途風景好舒服啊，藍天綠樹，仲喺哈薩爾大橋望到靚靚嘅日落，真係好愜意啊。步行全程大概30分鐘就到達呼倫貝爾古城。夜晚嘅古城燈火通明，街道兩旁有好多文創小店同地道美食，好有民族風情啊！行完夜街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。第一天行程完，明天繼續。第二天開始啦！今日我哋參加咗一個當地2日1夜嘅小團，司機早上7:30就到達酒店接我哋，成個團加埋司機都只係5個人。我哋嘅第一站係去一塔亮寺，呢個地方其實係呼倫貝爾地區一個融合咗藏傳佛教文化嘅景點。雖然名叫一塔亮寺，但唔一定3個建築都會開放，視乎翻當時嘅情況。我哋去到嘅時候，主要係去咗最具代表性嘅白塔影相。白塔坐落於海拉爾區嘅敖包山，高大概88米，塔內部供奉住10萬尊嘅佛像，但暫時就冇對外開放啦。不過喺呢度影下相，欣賞下周圍嘅風景都唔錯啊。跟住我哋就前往莫爾格勒河景區，呢個景區被譽為天下第一曲水。要入到觀景台就需要搭景區內嘅觀光車，呢個係自費項目，每位人民幣40蚊。觀光車沿途設有多個車站，搭咗大概35分鐘就喺第3觀景台落車，然後就沿住樓梯行上去。咁而家呢，我哋就到咗莫爾格勒河景區啊！咁呢度呢，就睇到一個好大嘅草原，咁由景區嗰度坐到而家我呢一度呢，就係3號驛站，即係第3個觀景台。咁但係嗰度呢一邊呢，個大草地呢就好靚，一流。大概行咗15分鐘就到達觀景台啦。從高處俯瞰莫爾格勒河，喺草原上蜿蜒流動，就好似一條銀色嘅絲帶鋪喺綠油油嘅大草原上，景色非常壯觀。甚至有人話呢度係中國最美嘅草原河流。喺呢度休息下，影下相，吹下草原嘅風，真係好放鬆啊！之後我哋又坐觀光車去到第2觀景台，從另一個角度去睇莫爾格勒河同大草原。好啦，各位大家好，咁呢一度呢，就係2號嘅觀景台啊！咁大家望出去睇下，好靚啊！出邊而家都係一望無際嘅大草原啊！總共玩咗大概3個鐘離開景區，跟住我哋就前往下一站阿爾古納國家濕地公園。呢個濕地公園係中國目前保護得比較完整、面積較大嘅濕地，被譽為亞洲最大濕地，亦係呼倫貝爾草原重要嘅生態屏障。公園入邊有觀景台、木棧道，可以近距離欣賞濕地、河流、白樺林同遠山交織嘅自然景色，仲有馴鹿同鴕鳥。入場後就先搭觀光車，來回每位人民幣20蚊，搭咗大概10分鐘就沿住棧道步行上觀景台。從高處望落去，整片濕地同河流就好似一幅天然嘅水墨畫，特別靚啊！玩咗大概2個半鐘就出發下一站赫爾古納市。
到咗後就去咗當地嘅俄羅斯人家坊，體驗正宗嘅俄式文化。屋主好親切啊，請我哋食俄羅斯小食，仲有紅茶飲，好有異國風情啊！到最後仲唱埋歌仔，我哋一齊聽下。聽完歌後，我哋出發下一站黑山頭。到咗夜晚，我哋終於到達咗黑山頭鎮，參加熱鬧嘅篝火晚會，大家圍住個火堆唱歌跳舞。結束後就入住草原上嘅蒙古包。夜晚嘅草原靜靜地，星空閃閃，呢種體驗真係難忘啊！第二天行程完，明天繼續。呢度係內蒙古黑山頭鎮。朝早5點半我就起身去睇草原日出。咁啊，琴晚就住喺呢啲蒙古包度。呢啲蒙古包度，係啦，咁啊，今朝早而家呢邊就睇日出，咁啊，而家見到啲馬喺度食緊草啊，好得意啊！睇下，走啦，跟住就去咗牧民家庭體驗，超過癮啊！可以親手餵羊仔，啲羊咩咩咁叫住圍過嚟，超可愛啊！仲去咗坐七彩小火車，喺草原上邊慢慢行，然後就試咗揸牛奶，原來冇想象中咁易啊！試咗幾次我先成功啊！最後仲射埋箭，雖然冇乜點中，但都玩得好開心啊！離開牧民家庭後就去騎馬啦。到達馬場之後就着好裝備出發，喺草原上要自己策騎啊！手握韁繩，控制馬匹，真係有啲草原騎士嘅 feel 啊！騎完馬後就去咗草原在這裡景區，首先就搭小火車去滑草場，呢度風景好靚啊！大概搭咗10分鐘就到啦。落車後就去滑草先，全長1350米，不限次數，爽啊！好刺激啊！滑完草後就喺草原影相，同羊咩咩玩下，啲羊咩咩好可愛啊！我仲追住佢哋跑啊！最後就坐返小火車去大門口離開。呢程小火車坐都有35分鐘啊！喺火車上邊休息下，睇下風景，真係好愜意啊！落咗小火車後，我哋就離開景區，上車返去海拉爾啦。車程大約2個鐘就到達火車站啦。4187準備坐火車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就準備上車啦。今日係坐加5車廂，一路沿住月台行，行到差唔多最後，終於到啦。今日係搭4187號班次，由海拉爾前往滿洲里，下晝5點58分開車，晚上8點10分到達，車程大概2小時15分鐘。到達滿洲里後，就先搭網約車返酒店，車程10分鐘就到啦。呢間就係今晚間酒店啦，維也納志好酒店，房間都唔錯啊。好啦，我都休息先啦，聽日行程繼續。大家好，我哋開始滿洲里行程啦。首先去咗國門景區，呢度真係好有氣勢啊！呢個國門係中國同俄羅斯邊境嘅重要標誌性建築，見證咗兩地多年來嘅邊境交流。然後就去41號界碑，呢度就係中國同俄羅斯嘅分界啦。跟住我哋上咗國門觀景台，可以望到成片草原同遠方嘅邊境線，中俄蒙三國風景盡收眼底，真係好特別啊！附近廣場仲停咗一架戰鬥機。據說呢架退役戰鬥機係滿洲里人抗美援朝時捐款購買，好有歷史價值啊！我仲參觀咗中共6大展覽館，呢度係講述1928年中共喺莫斯科開會嘅歷史展覽，可以了解當年嘅會議情況。離開國門景區後，就去咗吐瓦景區，呢度充滿俄羅斯風情啊！咁呢度就係吐瓦景區，咁啊，因為今日係淡季，所以冇乜人。下晝3點就去咗俄羅斯風情劇場，睇咗場俄羅斯歌舞表演，啲舞蹈員又唱又跳，好有異國風情啊！表演完仲去坐咗摩天輪，從高處望晒成個吐瓦景區，風景好靚啊！跟住我就去玩咗過山車，雖然唔算太快，但360度轉彎都好刺激啊！之後仲玩埋碰碰車，好有童年感覺啊！
離開土娃景區後，就去咗隔離嘅土娃酒店參觀。間酒店真係好有特色，外牆同裝修全部都係土娃主題，五顏六色，入邊金碧輝煌，好似童話世界咁。到咗食飯時間啦，我就去咗間俄羅斯餐廳，啲俄羅斯菜真係唔錯，仲有啲俄羅斯人唱歌跳舞，好有特色啊！食飽飽後就去咗中蘇金街行下，呢條街充滿俄羅斯風情啊，有好多俄羅斯超市、餐廳同紀念品賣啊。夜晚嘅滿洲里真係唔同日頭啊！我哋去咗市中心嘅廣場中塔，佢夜晚着咗燈之後特別靚啊，成為咗呢個城市嘅標誌之一。最後我哋去咗北湖公園，夜晚呢度有個好熱鬧嘅夜市，路邊好多街邊小食，手信邊食邊行，感受下滿洲里夜晚嘅另一面，為呢個充滿異國風情嘅一日畫上完美嘅句號啊！